那即摆学生确诊的人数是愈来愈多，教育部嘛来修正着停课的标准，为5月初8就开始用新制度。国小甲幼稚园的部分，只要确诊的学生，离确诊的前2天有到学校来上课，安尼全班停课3天。那国中甲高中是以确诊个案为中心，坐伫这个确诊者9强加座位的学生，限3天的防疫假。那其他有甲这个确诊者来接触的学生要安怎办呢？教育部嘛来放宽着规定，只要有疑虑，嘛会当来请防疫假。小 A、B 组的话，教室拢无学生，干那老师伫讲台里上课，哪教课目睭还阁看电脑荧幕内面线顶上课学生，疫情打乱了教学计划。5月7日开始，又有新的停班停课标准。告知就是说，当班有同学可能有确诊或是疑似确诊的案例，请当班注意自己的防疫措施。但是隔壁班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不会跟他们说，因为毕竟他们那当然下课可能有互动，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就单纯不列入这样子的考量。教育部宣布，国小甲幼稚园只要确诊者进前2天捌去学校上课，规班停课3天。不过各高中都无共啊，以确诊个案为中心，抗疫边9强加同学分3天防疫假。不过新的9强加实施后，听讲有高中的老师有够无奈，因为班上一个学生确诊，9个快筛阳性，抗疫到最后嘛只剩4个学生，只好规班停课。这个做法嘛抗疫袂到休，可能是这学生去接触到的人。建议这样，就是说真的他们有担心疑虑的话，可以就是请防疫假在家里面，那基本上也不会列入出缺席的影响。家里面的同学他也可以进行线上上课。教育部昨紧急发出公文，放宽抗疫的标准，学校会使将款认定防疫假，无强制要求提供特定的证明文件，嘛无纳入出缺席记录，考验学业的评量成绩。到5月7日为止，全台湾停课将近500间，部分停课有1549间学校。疫情升温乱象有够济，即嘛考验到中央的应变能力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